刚开始反天气，秋天来啊，慢慢变较寒冷，一寡人开始会潲流鼻水。其实，为汉医的角度来看，这拢是大扫气引起的。汉医特别提醒讲，会当加食一寡白色的物件，这就有滋阴补气的效果。另外，当饲鼻仔、虎口附近的穴道来调整身体状况。家扫兼拍骹像安尼扫袂停，即马较秋凊啊，天气转凉，民众身体上有感觉。中医师提醒讲，伫这个时阵，氧气都来成做这个上重要的美角。部分就是这个气管肺比较差的时候，所以秋天的这个肺呢，就特别需要去保养的。白色的食材或者药材里面，它通常都会比较滋阴，阴就是我们身体的水分。这个补药材甲白龟白有结合粉光甲沙松，因的色拢差不多是白色的。原来伫个中医的理论，白色的物件甲比起起来较滋阴，佮有加水分，安尼就较顾这个气经甲气管，嘛有润燥的功能。另外，亲像菜头、梨仔甲白木耳，嘛会当用炖的好好甲补一下。除了这个用食的，中医师嘛有示范这个氧气的穴道是要安怎吹。然后呼气的时候按下去，增加我们这个鼻子黏膜的一个抵抗力、免疫力。大拇哥跟这个食指的中间这里合谷这里，对吧？按一按。伫咧鼻息边的迎香穴，甲伫咧手虎口的合谷穴，这时啊起来找时间来甲点断这两个所在，再过来配合白色食物炖的汤，小小甲啉落腹肚，安尼就免惊秋凊去凉冷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